大家好，我係宋太太，今日同大家講嘅故事係我的願望天天不挨罵。喺封面見到一個男孩子嘅側面，佢嬲爆爆，皺住眉，扁嘴，唔開心咁嘅樣。喺佢嘅身後面有一個足球，打開落頁，故事開始啦。係封面嘅男孩子啊！佢孭住傳統嘅日本黑色書包，睇嚟啱啱放學。佢揼低頭，一路行一路踢個小石仔。佢話：我日日到黑都俾人鬧，唔理係喺屋企定喺學校，都俾人鬧過不停。媽媽要返工，有時候因為工作太忙，好夜先返屋企。嗰時候我就會陪妹妹一齊玩遊戲，但係妹妹偏偏就鍾意揀呢啲時候發脾氣。人哋唔鍾意呢啲醜蚊蚊嘅摺紙啊，媽媽摺嘅靚啲。囉嗦咯，你啲唔識嘢嘅，竟然敢嫌三嫌四。我一生氣，妹妹即刻就放聲大喊，而且佢只要開始喊，通常就會喊到媽媽返嚟先停。而有時候喊到一半，佢會停低休息，但係等到媽媽一踏入家門嗰一刻，佢又開始哇哇大喊。只要係妹妹哭鬧耍賴，我就一定會俾媽媽鬧噶啦。你做咩又整下妹妹呀？明明係妹妹自己唔似樣，每次都故意發脾氣。你竟然仲未做功課？我放學之後就一直忙住照顧妹妹，邊有時間做喎？但係我只係心諗啫，如果我真係咁樣回嘴嘅話，媽媽一定會更加生氣。所以我唯有合埋口，另歪面，眼睛睇住旁邊，一粒聲都唔出，俾媽媽鬧個夠。唉，我就係咁噶啦，日日到黑，經常挨罵。呢個就係封面嗰個男孩子，喺佢身後面見到媽媽個手指指住佢鬧，妹妹就喺遠處咁喊。我喺學校都成日挨鬧噶，有次我見到有隻草蜢好生猛，就想捉嚟俾同學睇，點知嗰個女同學驚到大喊，老師見到就梗係鬧我啦。午飯嘅時候喺飯堂嗰度，我見到廚師叔叔整嘅番茄肉醬意粉好好味啊，我流晒口水，好想攞嚟食啊！老師又鬧我，話我可唔可以咁心急？今日落堂之後，小昌同埋小唐唔俾我加入佢哋一齊踢足球。點解唔俾我加入喎？佢哋竟然話：嘿，你根本就唔識規則，又咁霸道，邊個會俾你加入啊？我聽完覺得好委屈，好難堪，就故意駁佢哋。係啊，以後就算你哋拜託我，我都不屑同你哋一齊玩啊！我一邊講，一邊抬腿踢咗小昌一下，再握緊拳頭打咗小唐一拳。佢哋兩個就即刻喊到稀里嘩啦。兩個男孩子，一個就攬住個肚痛到企唔直，另外一個就直情坐咗喺地下喊。遠處嘅另外一個同學就嗌咗老師過嚟。老師即刻衝過嚟，唔使講都知啦，淨係得我一個人俾人鬧得好慘。你又幫我惹麻煩？係佢哋兩個講我先噶，故意欺負我。咪話咗唔准使用暴力咯。但係當佢哋話邊個俾你加入嘅時候，我嘅心就好似俾人狠狠咁打咗一拳，都係好痛噶。但係唔理我講乜嘢，老師只會更加生氣噶啫。所以我唯有合埋口，另歪面，眼睛睇住旁邊，一粒聲都唔出，俾老師鬧個夠。我就係咁噶啦，日日到黑都挨罵。
男孩子已經插敘完佢呢幾日平時發生嘅事。琴日又俾人鬧，今日又俾人鬧，唔使講，聽日一定都會挨鬧啦。天色已經到黃昏啦，男孩子返屋企一路行一路咁樣諗。講真啊，我好想俾人讚，你真係個乖嘅小朋友啊！但係無論係媽媽定係老師，佢哋每次見到我，面上都係一副嬲到不得了嘅表情。我嗰日喺街度見到有隻貓貓，好可憐，自己一個，咪想帶佢返屋企養咯。媽媽又嬲啦。前幾日我好心提醒媽媽，你一日到黑凶巴巴咁，一直生氣，面上面嘅皺紋只會越嚟越多哦。結果我即刻又挨罵咯。我明明係真心希望媽媽永遠年輕漂亮噶嘛。仲有喎，之前某一次落堂嘅時候，我拉開嗓門大聲唱歌，老師即刻又話細聲啲啦。果然我又挨鬧啦。我明明記得當初小一新生開學典禮嘅時候，喺禮堂度，老師仲特別誇獎我，話我你嘅聲音好宏亮，真係元氣十足啊！點解我今次唱歌就有同學揞住耳仔，有同學就攞掃把當係吉他咁呢？有咩唔同喎？我夜晚喺個被竇度諗，到底我應該點樣做先唔會成日挨罵呢？我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得到人哋嘅讚美呢？唔通我真係一個壞小孩？等咗咁耐，好不容易先至上小學，好不容易先至成為一年級嘅新生，點會變成咁噶？我一路瞓一路諗，眼前好似有好多生氣嘅樣望住我，係咁鬧我。呢一日返學，老師話7月7日許願節就快到啦，要我哋全班同學將心願寫喺彩色紙條嗰度，向七夕神，即係牛郎織女星許願，願望就會實現。小昌跟小托佢哋兩個就寫，我嘅願望呢係長大之後做足球選手。小智寫嘅係，我嘅願望係鋼琴越彈越叻。我諗咗又諗，想寫一個我最渴望實現嘅願望。結果當我仲喺度拼命諗緊嘅時候，快啲寫啦！我又俾老師鬧啦。有啲同學已經將願望掛咗喺樹上面啦。上小學之後，老師教我哋寫字，我用啱啱學識嘅字同埋注音寫低我最想實現嘅願望。我非常用心，一筆一畫咁慢慢寫，其他同學都已經寫完，仲出去踢足球。寫好啦，我的願望，天天不挨罵。當我寫完嘅時候，果然同平時一樣，又係全班倒數第一名。睇嚟我又要俾老師鬧啦。我一邊擔心，一邊將紙條交俾老師。老師好專注咁樣盯着嗰張紙條，佢一直睇住我寫喺紙上嘅願望，睇咗好耐好耐。我高頭望住老師，老師竟然喊喎。老師成日對你生氣，一日到黑都鬧你，真係好抱歉啊！你今次寫得非常好，真係一個好好嘅願望啊！老師竟然稱讚我，我嚇咗一大跳喎，估唔到我嘅願望竟然馬上就實現喎。嗰一晚，老師仲打電話嚟屋企，媽媽同老師講咗好耐電話。講完之後，媽媽好似平時抱住妹妹咁樣，將我抱得緊緊咁樣。
對唔住啊，媽媽竟然都係一日到黑都嬲你。佢一邊講，一面緊緊咁攬住我。妹妹喺隔籬睇住，一副好羨慕咁嘅樣，所以我將妹妹拉過嚟，學媽媽咁樣，將佢緊緊咁樣攬住。你哋兩個都係我嘅小寶貝啊！講完，媽媽就一直緊緊咁攬住我哋，好耐好耐都冇鬆開手。屋企嘅盆栽都掛住幾張寫俾七夕神嘅許願紙條。夜晚瞓覺嘅時候，我同七夕神講：多謝你啊，真係好多謝你啊！我今日好幸福啊！為咗感謝你，我會更加聽話，做一個更加叻嘅乖寶寶。故事講完啦，小朋友啊，主角嘅遭遇係咪令你好有共鳴呢？小朋友應該點樣做先得到人哋嘅讚賞？唔通我真係壞孩子？宋太太覺得小朋友只係未有能力控制自己嘅情緒或者行為，結果就挨鬧啦。挨鬧梗係難過傷心啦，但係其實每一次嘅經歷都係一個學習，俾你學識點樣更清楚咁樣表現同埋表達自己。爸爸媽媽，故事裏面嘅我本來一番好意，陪妹妹玩，但係就整下妹妹俾人鬧，攞住坐馬想同同學分享，就嚇到女仔喊起嚟，俾同學排擠就嬲到打人，關心媽媽面上長皺紋又挨罵，唱歌聲音太大又挨罵。其實喺我睇起上嚟，呢啲都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跡象。家長同埋老師要唔帶批判咁樣耐心引導小朋友啱同埋錯。而一般嘅男仔表達能力較弱，未必可以好清晰、好勇敢咁講自己嘅感受同埋需要，就成日俾人誤解為曳。好似佢試過俾老師讚佢大聲唱歌係好事，但係喺唔適合嘅場合，放學之後大聲唱歌又嘈，又搞到其他小朋友都起哄，佢都唔明白點解。好彩佢寫俾七夕神嘅願望嘅時候，終於可以講出自己嘅心聲，仲遇到會反思嘅老師，開始理解佢，向佢道歉，仲讚佢。老師仲特登同媽媽講出佢嘅委屈同埋難過，改善咗一家人嘅關係啊！最後喺故事結尾嘅時候，你見到我話要決心做一個乖寶寶，你就知道帶嚟咗良性循環，令到佢有信心做一個更棒嘅乖寶寶。每一個小朋友嘅心裏，其實都充滿咗大人未必理解嘅心思。希望我哋大人可以更加用心咁樣感受小朋友嘅心聲啊！今日嘅故事時間結束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